早晨啊，今日嚟到綠茶餐廳，以晨光同嘆杯清茶同大家展開新嘅一日。而家仲有期間限定優惠，中午12點前入座落單就可以享江南點心系列7折優惠，快啲把握時間過嚟試下啦！先食香煎小籠包，香脆得嚟又鎖住肉餡湯汁；蒸鮮肉小籠包，起薄餡靚；手作黃魚春卷，酥脆鮮美；薄脆餅，香而不膩，透光見餡；翡翠燒賣以素為鮮，口感層次分明；龍井糯米糍粑，茶味香濃又煙韌；甜品有晶瑩透亮嘅桂花紅豆糕，寧波傳統小眾點心羊糖糕，古法製成嘅前糖米果，米香濃郁。最後嚟個吉祥點心，寓意甜蜜美好。飲翻杯九曲紅梅茶解膩，就嚟上招牌菜啦！原隻龍井烤雞，茶葉分享，突出食材原味；粉絲果蝦，調味到位；雪花糖醋女隻，外脆內嫩。跟住就到甜品時間，私心推介麵包誘惑，一粒粒切好嘅香脆麵包，點住雪糕食，冰凍熱炸，口感好特別啊！招牌可可山林小蘑菇，原來係果凍嚟㗎，淋上朱古力醬食好吸引啊！最後就係打卡特步嘅筆墨酥香，外面勁爽脆，入面係黃豆油，幾有堅味啊！大家快啲同一大班親朋好友一齊嚟聚餐啦，分享美好時刻。